最近收到風京東物流電器送上門，自提免運冇門檻，最快第2日就收到啦。最重要就係全港比價，買貴就賠。等我即刻實測一下先。我啱啱就喺屋企附近嘅京東自提點拎完貨，超級方便快捷啊！仲要自提1件就包郵。尋日落單，今日就收到啦。我第一件入手嘅就係8澳抽濕機，1件乾衣輕巧靜音，京東價449，到手價都係300零蚊。我格個價㗎啦，香港實體店買起碼要1200啊。我第2件入手嘅就係6聯充電寶啦，便攜小巧出外旅行必備啊！京東價59蚊，用咗新人券之後只需9蚊咋，香港實體店買起碼要150蚊啦。依家京東18區補貼，首站到沙田，7月31號前領沙田地區專屬高達1000蚊優惠券，簡直係沙田友嘅福利啊！其他地區用戶都可以領取600蚊新人券，自提仲1件免運費添啊！沙田區內多達40個自提點，滿188蚊送貨上門，快速送貨，最快第2日就收到啦！智盈家電仲包送包安裝，30日內包退，180日內有壞換新。快啲嚟下載京東 App 領取購物優惠，種類超多，無論係大小家電、數碼產品定係超市用品、寵物用品、個人護理用品都一應俱全。618優惠，5月30至到6月20，Alipay 支付再立減500減40，你哋都快啲嚟下單啦！